有个女孩好像在偷瞄我，让我心里的小鹿撞过来撞过去不行啦，这样下去不行啦。这个女孩长得还不赖，我鼓起勇气走过去，看她好害羞，脸红得像苹果，难道被我的热情吓坏了？求求你抛个媚眼来，哄哄我，逗逗我，不要假装不理不睬，其实我很好相处，来认识一下嘛。寂寞男人的悲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总是没人来爱？我是不是要主动，要勇敢，不要怕？也许这个女孩她一直想要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呵呵，没人理我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算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